深夜排長龍食鯨魚關東煮？唔係啊話，喺大阪一條夜闌人靜的街道上，有間嘢夜晚9點仲排緊隊，座位得10幾個。記住呢間嘢只收現金，呢間嘢係真係有鯨魚食。呢度啲關東煮都唔算貴，好似唔使錢咁係咁落單，寫完紙俾老闆就得。熱辣辣，熱辣熱辣辣，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食得關東煮配啤酒，完美啊！見到嗰支兜嘢幾有份量，呢個腐竹正到癲啊！日本小姐姐試食，好食到講唔到嘢，正啊！300yen 八爪魚串，勁大嚿勁彈啊！嚿蘿蔔勁厚，吸晒個湯。最癲係呢個拉絲芝士椰菜卷，真係正到唔識形容。呢嚿嘢內有乾坤，係我最期待嘅烏冬。encore 再叫多個菜，大阪名店果然名不虛傳啊！2個人食勁多嘢，5600 yen， 咁就係咁多啦。上嚿睇好西嘅科王讚好 ，share 埋俾朋友試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好啦，Gucci啦，下次再見。